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Emma，幾多歲？今年25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要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Emma，今年25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花教徒，我之前做過喺 beauty salon 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餸，好似正雞、正腰、正蛋、炒菜、蘿蔔粥、煲湯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兩家，好似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仲會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貓狗。我好想要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要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，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成功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